在里边吗？有爷是最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人，但是这个世界容不下他。你知道“天仙”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欢快的、旋转的舞姿。反正简单来说，就是主人公我所憧憬的那个世界。你憧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我憧憬的世界有好多好多跟现实世界不太一样的东西，很美好。小莲姐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想我已经解脱了。原谅我不辞而别，我曾经珍视的、引以为傲的才华、自尊，悉数被粉碎。我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。